哇！多謝同學嘅問題。我冇諗到即係中學嘅同學都會關心替補機制，令到我好開心。你有關心。事實上我相信你都知道嗰個背景就政府個宣傳片日日喺電視嗰度就話因為有5個議員係在職嘅辭咗職，咁重新賽選，咁所以咧佢就話呢個係漏洞，佢就話浪費好多公帑，所以咧就要諗一套機制出嚟咧，就係話如果有議員出缺嘅情況咧，就唔使選㗎啦，即係已經咧有邊個人去替補，咁呢個就係所謂替補嘅機制。咁首先咧，政府呢個説法咧係有基本嘅謬誤嚟嘅，因為佢話呢個係法例裏邊嘅漏洞。咁佢憑乜嘢話呢個係法例嘅漏洞咧？嗱，議員辭職呢個咧係任何嘅情況之下咧，你唔可以話俾個議員聽你唔准辭職，你最多話咧，如果你選嘅時候咧我覺得你係浪費公帑啊！我覺得我唔支持你啊！你做咩無端端辭職啊？我唔選你嗱，呢個係選民嘅選擇但唔係話代表呢個由政府可以代替選民去決定呢個議員辭職啱唔啱？其實喺咁多地方其他地方嘅歷史嗰度咧，有好多例子咧係在職嘅議員咧係辭職嘅。咁當然一啲就即係我唔係講緊話佢病咗啊，或者佢有醜聞啊嗰啲辭職啦我係講緊咧，佢係因為有一個公義嘅原因，佢想辭職。咁譬如最近嗰次咧係2008年，英國咧有個大臣，佢就叫有個議會嘅議員叫做David Davis。咁佢就反對咧，當時咧英國咧就提出個反恐法咧，就話咧可以唔需要審訊咧就監禁咧拘留咧拘留咧就42天，咁我覺得呢個係違反公義嘅。咁於是咧佢為咗呢一個理由咧，佢係辭職。咁但係辭職之後咧，佢係好高票數係當選。咁最後咧嗰個有關嘅條文上到去上議院咧，即係 House of Lords 嗰度咧，都冇通過呢個公義嘅條文。因為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反映即係議會上議院都要體察嘅民情。即係當 David Davis 係好高票翻咗嚟嘅時候咧，亦都代表個民意係唔支持即係有關嘅條文。咁以前亦都好講緊即係幾百年前冇呢個宗教自由嘅時候，猶太人咧有個好出名嘅猶太人咧，佢姓 Rothschild 嘅。咁佢要選咗做議會嘅時候，佢要宣誓咧，唔可以用佢嘅宗教去宣誓。佢為咗呢件事咧，佢辭職咗好多次，每一次佢都係成功係高票當選翻嚟。最後當年咧要改變呢個制度，容許即係佢用選擇用佢自己嘅宗教嘅自由去宣誓作為議員。咁其實好多時候好多人係為佢認為好重要嘅原則而辭職。市民支唔支持佢咧？當然係睇佢選唔選到翻嚟咯。如果佢選到翻嚟嘅，或者喺好劇烈嘅競爭之下選到翻嚟嘅，或者係冇人同佢競爭之下佢選到翻嚟嘅，咁其實都代表咧佢係喺呢個制度之下咧，佢係做咗佢係制度容許佢做嘅事。但係你唔可以因為一次咁樣嘅事，或者將來你認為呢件事會發生，然後你就話所以以後出缺咧，我就決定咧就政府會代你揀啦。咁好多時候咧，呢個係乜嘢咧？係一個唔信任市民嘅一個做法，因為嗰票喺個市民嘅手中，每個人都係一票，個辭職嘅議員都係得一票。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選民決定投票定係唔投票，或者投票嘅話選邊個？呢個係而家個機制。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好多專業嘅人士咧，其實最近都出咗嚟講咗説話，就話希望維持呢個現狀。呢個包括譬如大律師公會啦，包括你見到會計師公會佢哋開咗會啦。咁另外咧就係測量師嗰方面咧，佢哋則師嗰啲劉秀成就請咗林瑞麟去開會啦。咁嗰度亦都好多專業嘅人士咧表達咗意見啦。咁其實有啲商界咧，包括即係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咧，最近收到佢哋嗰封信啦，佢哋係英文信。
佢哋都話即係希望維持現狀，因為由回歸以前到一路到而家2011年，即係市民都係擁有呢個喺議員出缺嘅情況嗰個選擇權。咁好多市民都希望保留呢個權利。咁我哋當然亦都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重要。亦都即係希望係可以繼續。如果真係有重大嘅事業嘅時候咧，議員係可以選擇去辭職，係透過重選得民意嘅授權。呢個喺香港地係尤其是重要，因為香港嘅議會咧唔係全部唔係全個議會都由所有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嚟嘅，係一半嘅議會係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嚟，另外一半咧其實係選民裏邊嘅5%嘅選民，其實係好少數嘅選民選出嚟嘅。但係佢哋因為呢一個分組點票嘅原因咧，呢一小部分選出嚟嘅一半數嘅議員咧，依然係可以透過分組點票咧，等於凌駕大多數議員嘅意見。所以如果你要面對一個大多數議員係企喺一邊，你認為係唔公義嗰邊嘅時候咧，你係應該可以有呢個選擇，去到即係關鍵時刻，例如譬如23條要嚟，例如所有嘅保皇黨都話要通過嘅時候，咁你希望有少數嘅議員可以透過一個辭職重選嘅方法，可以令到香港全體嘅市民都可以投票去決定即係其實係應該正義或者道理或者原則應該喺邊個人入邊，所以呢個係答你呢個替補機制嘅問題。